立足大灣區發展格局。大家好，我係華女啊，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2026年深圳樓市真實嘅走向。無論你係想自住剛需、換房改善，定係港澳朋友想喺大灣區做資產配置嘅，今日呢條乾貨幫你理清所有嘅置業思路。經過一輪嘅理性回調之後，2026年深圳樓市正式進入咗築底企穩、結構性回暖嘅新階段，亦都係佈局深圳物業嘅黃金窗口期。回顧翻2025年深圳樓市嘅數據，深圳樓價逐步回穩回調，成交價由均價58000回落至53000一平方，價位直接重返2016年嘅水平。全年嘅新房成交突破咗12萬套，創出咗5年新高。價跌兩升，足以證明市場觀望情緒消退啦。大量嘅剛需同埋改善買家陸續入市，深圳樓市底部徹底坐實咗。再睇我哋嘅土地市場，發展商嘅判斷永遠最準確。福田闊別16年再度推出崇住宅用地，經過百幾輪嘅激烈競價，高溢價成交。深圳灣核心地塊同樣拍出咗超高溢價，各大品牌房企爭相佈局核心地段，側面印證咗深圳核心片區長期價值絕對穩陣啦。就連頂級豪宅市場都走出咗獨立嘅行情，深圳灣頂豪全盤熱銷，大批嘅科創新貴高淨值人士踴躍入手，咁好清楚講明咗樓市早已經告別咗全面漲價嘅時代啦。核心嘅優質資產抗跌保值，外圍嘅普通物業只會持續橫盤，樓市分化已經成為咗常態啦。政策層面，全國樓市維穩基調明確，深圳持續放寬利好，核心區域限購優化，首付嘅比例下調，房貸利率低位運行，再加埋增值稅嘅減免，交易成本又下降咗。全市全面推行現樓發售，杜絕咗爛尾嘅風險，配合埋深港融合大灣區一體化發展，跨境通勤、雙城生活嘅需求不斷增加，進一步支撐咗深圳樓市嘅長期基本面。華女今日以專業嘅地產角度預判2026年深圳樓市嘅三大走勢。第一，大市先會先逆後揚，穩量升價，整體溫和收復，唔會大起大落啦。核心嘅板塊穩步上升。第二，片區分化加劇，南山、福田、寶中靠產業、學區同埋核心配套，率先會領漲回暖。龍華北站、羅湖核心地段配套成熟，走勢穩健。臨江、坪山呢啲外圍區域嘅話，主要以去庫存為主，咁步伐嘅話相對會緩慢一啲㗎。第三嘅話就係買房邏輯全面升級啦，品質改善盤、地鐵沿線、核心商圈物業先至有保值升值嘅能力。配套落後嘅老舊小區、偏遠嘅剛需盤，未來嘅流通性都會越嚟越弱。講到入市時機，2026年嘅上半年就係性價比最高嘅階段啦。而家嚟講，議價空間大，揀樓選擇多。一旦成交持續回暖，下半年嘅優質筍盤嘅話就會收窄優惠啦。價格嘅話都會逐步回升嘅。咁總結一句咧，就係深圳作為大灣區嘅核心龍頭城市，產業、人流、區位優勢都會長期不變。2026年唔係投機炒樓嘅時機，但絕對係適合我哋港澳跨境自住、剛需上車、改善換房同埋穩健資產配置。喺而家分化嘅樓市入邊，只要鎖定核心地段、優質配套、品質樓盤嘅話，就可以穩穩守住咗資產價值啦。華女深耕大灣區樓市，歡迎評論區留言啊，1對1幫你專業分析，避開置業陷阱。